因為俺迄個動貼迄個聲音咧，真是迄好家才有讀懂俺媽媽啦。某一般嘅家長咧，做得接書講啊，又唔叫讀書，你姑姑懂媽媽，你姑姑懂媽媽讀多安的聲音，她還是做自己啊，她還是吼。你姑感覺我媽媽很 good depend 呢，就會非常 open minded 吼。我們知道講，有做好些自家嘅事情係最重要。我記得我讀高中嘅時間，然後有去參加過一個劇場，我都秘密傷口。我跟你講，緣分真的很有趣。醒來來總係人生第一個劇場地位去嘅導演，叫做張繼鴻，佢嘅行業台台戲劇呢畢業嘅，佢就請來去做戲。我當讀高中，家有講到高中迄種唔得凊彩搶架嘅。就真是懂上我去思考，有一個機會做去到牯嶺街小劇場，對高中生來講係一個懂歡喜嘅事情，係答應的。排練全部就會啲按部跳，不過做戲哪有可能走上頭就會去劇場？我說擺來就跳搶架，平常啲學校就懂乖，我說我現場唔會做有問題，我係最面係斷掉，我就打電話同俺媽媽聲音講，俺偏俺根本伊我去學校，然後俺妹就講。可以按部跳嘅表演，我說嘿，可以見唔可以用埋同先生講咯？我去看片，同佢講很多。然後後幾下你啲咧，先生打電話，我就講很多。我說你咪記得冇發現咧？嘿，亞威導演就到張繼鴻嘛，阿炮佢夾嚟動太短嘅時間冇繼續做客家嘅戲啦，客家相關嘅事情，也幫我親自來同我吊打。主持一個節目，都新聞東喜劇，係同我鄉下做客家嘅戲劇。一開始係佢親愛，來當知道哦，原來客家都會做按呢種實驗性質的劇場。然後亞下來佢講，我冇想過客家都會做戲劇。哦，這緣分真的很有趣哦。係啊，基本嘅人人唱。認真帶重要的東西，哇！這個也有，俺的好多睇樣片裡面沒有看到，哈，就係個重要就唔同媽媽一個個重要嘅畢業，係，哦，其實也係上客家電視台嘅節目，一開始係上去同阿婆講下戲，不過阿婆就。一上年就懂擺怪，哎呦冇愛啦喲，安羅咧，人係唔曉啦，吼，叭，後來真見都唔掉，佢就講，我別答應你啦，吼，阿咪就講冇啦，我仲出去就我偏喜好咧，結果係媽媽就偏愛上節目，不過實際上嘅兩時期已經不偏嚟，佢得到難撐，佢還蠻看到節目播出，佢就離開咧，一團樣片就變成愛當重要嘅一團回憶。你本來知道講，其實做客家嘅媒體，做出群嘅媒體，對你來講最重要嘅事情，就是這個深度或是這個暖度，是很關鍵的。